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念牧师。2月19日，人以为 vs 神作为，人以为对上神作为。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13章跟14章。RPG 的祷告金句记载在罗马书4章20到21节。他没有失去信心，也没有怀疑上帝的应许，他的信心反而更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他坚决信上帝一定成就他所应许的。我们有曾经过误解或被误解吗？有人说魔鬼藏在误解里，人的以为总会造成误解，然后让自己为此付出惨痛代价。有谁可以帮助人来避免自以为呢？今天的经文要讲到约书亚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人进入这个迎取迦南地。一开始就说到，这时候约书亚已经老迈，上主对他说，你很老了，可是还有广大的地区没有征服。我们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错愕呢？不是我们前几天我们读到那11章最后不是说到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夺了那全地，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开始分地了吗？不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吗？怎么这里却又说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呢？对，其实在这里并不是说圣经记载着错误，而是在这里我们有更清楚的看到，人以为我都已经成圣，我都已经很完全了，我都以为国中太平了，没有征战。我们容许许多的那个细节里，我们误会了，其实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而这些未得之地是神要给我们的。此时约书亚却年纪大了，但是还有很多还没得到的，还没有完全得胜的。其实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自以为我们已经完全，我们已经很好了，没有办法再好了。那我们可能误会大了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我很烂，我烂到我没有办法，神的作为都没有办法了。不，其实这两样都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因为牧师有一个亲戚，他其实非常的优秀，一直从国小一直都非常优秀，但是他在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他一直以为他自己不够好，所以他在考试的时候总是得失心很大，一直没有办法如愿。等到他大学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自己很适合读心理咨商，因为他对自己真的很不明白。他又觉得因为他的理科很好，他数理很好，甚至他是可以考上护理系医学方面的，可是他不要，他就是想要读心理临床心理。他也如愿了，以高分去读了，可是读了去实习当中，他真的很挫败，因为他以为读了这些可以让自己变好，以为读了这些认识自己的心理以后
可以恢复上帝所创造他的美好。最后他崩溃，因为他在医院看到临床的这些个案，他实习完之后，他每一天都非常不快乐，甚至到他人生觉得很灰暗，根本不想活。他自己就需要先被拯救。感谢神的作为真的是临到他的身上，他也改变了，觉得临床可能对他来讲太冲击，于是他毕业之后又回学校去修了社工的学分。毕业以后拿到这些学分以后，先进入到一个基金会，很有名的基金会，努力了2年要考社工师。3天的课程，第1年他准备很充足，觉得每一题都会很有把握，他以为这一次一定会考上，因为他尽全力。结果放榜没有考上，他其实很挫败。到隔1年，他的工作其实非常忙，他常常需要出差，而且他变成一个主管，他要带领许多的他的组员，上山下海的。又到了考试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他用最短的全力以赴的准备，他已经报名了。他的母亲说：“你就去考吧，既然报名也请假。”于是他就去考。考了第1天以后，他就觉得他不可能考上，因为去年每一题都写得很有把握，都没考上。今年刚考第1天就有把握，只有2题，其他都是凭他工作去想象去写的，应该不可能。他的母亲说：“你就尽力吧，把后面的2天既然已经请假了，就去考吧，把它考完。”于是他第2天也考，觉得还蛮，就是反正就把它考完，用轻松的态度，没有得失心。第3天也是抱持着去全力以赴吧。放榜的时候，他竟然考上了社工师的执照。原来第1天其实大家都考得很烂，第1天太难了，而决胜负在第2跟第3天。亲爱的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人的以为真的有时候会坏了神的作为，是这样吗？对，如果你失去信心的话。但如果没有失去信心，就像今天 RPG 祷告的，如果没有失去信心，也没有怀疑上帝的应许，那么信心反而会更坚固，把荣耀归给神，坚决信上帝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其实就跟今天的经文14章这边讲到加勒一样。其实在这里加勒他到约书亚的面前，14章第6节，他说：“上主对神的摩西提到你和我的事，你是知道的。我40岁的时候，上主仆人摩西差派我从加低斯巴尼亚来侦察这地，我据实把所只看到跟他报告，可是跟我同去的人却很害怕，我却全心顺服上主我的上帝。那一天，摩西曾答应我，将来我跟我的子孙一定会得到这块地，就是我脚走过的土地，作为我们的产业，因为我全心顺从了上主我的上帝。现在请看，从上主对摩西说那些话到现在已经过了45年。那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上主照他的许诺保住我，如今现在看，我已经85岁了。今天我仍然健壮，像当年摩西派我出去一样，我仍然强壮，可以打仗或做其他的事。现在请你把上主应许给我的山区给我吧，就是我和同伴回来报告那天上主所许诺的。那时我们向你报告，那地方有亚衲族巨人住在高大的城墙里面，说不定上主会与我同在，我能够把他们赶出去，正如上主所许诺的。感谢主，多么有信心的加勒。他以为
约书亚忘记了吗？这里没有写，但是应验牧师觉得约书亚不是忘记上帝所应许给迦勒，而是这是未得之地。未得之地是需要有行动去把这块地拿下来的，而迦勒有这个信心，他抓住神的应许，迎娶他85岁，他仍然要去打仗，仍然要得着神应许给他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信心吗？不管我们几岁，不管我们是85岁还是18岁，神要我们有信心，对他有信心，好不好？我们也想，我们有没有曾经因为神的作为走过那些路呢？而那些路对日后的我及群体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因为我们是人自以为所造成的误解或错误，主啊，我们就在那个痛苦，我们就在那个没有应许里面。你乃是主动的用你的作为拯救出我们在那错误误解里。主，你仍然爱我们，而且指引我们那清楚的道路，并且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遇见神的大作为，要来荣耀上帝，赞美这位主，他是以马内利的主，永远得胜的主。我们明天见。